免么在讲咩个客栈，飞面话和语面的嗰种侬客栈飞面话说客栈，恁波侬落地关柏林，恁波侬落地关。落地关，落地关，落地关，柏林，念不过。打他的脑袋，推我嘴，来你，推我嘴，来你，用口水吐他口水，夜跪洁白，也跪下拜。宁波。侬落地关，柏林，念过，推我嘴。吐口水，来你扔他，宁波侬落地关，陆地馆就是芦苇杆中间是空心的，这落地关，柏林就是打，柏林念过就是脑袋。龙叫山的叫就是头的意思，就是龙头山，告就是脑袋的意思。推我嘴口水，吐就是那个推呢。之前有人那个怪人，他是个附魔人，他说吐口水的，我推他一脸，你推，他就说推，他不是吐，他就说推。推我嘴来你扔他，宁波侬落地关柏林念过，推我嘴来你。瑶族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瑶族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